第一天30年內的禱告，1990年代。神啊，求你興起更多屬你嘅子民，加入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運動，讓禱告嘅人數天天增加，眾人同心合意，一起舉起聖潔嘅手，又讓義人嘅禱告祈求喺你面前蒙恩，發出果效，以至於將一切歸榮耀俾你。我哋又為有份撰寫30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呢本小冊子嘅工人祈求，甚願你施恩慈，讓工人們得見我哋禱告嘅果效，佢哋就歡喜快樂，歸榮耀俾你，亦藉此成為佢哋喺禾場作工嘅鼓勵。我哋亦為世上嘅穆斯林禱告，願神喺齋戒月期間，讓每一位穆斯林都遇見耶穌基督，讓佢哋有全新嘅經歷，體會到被基督拯救嘅甘甜，以至於願意繼續去尋求你。以上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